國際孤獨等級，梗係唔係第二杯半價冇人同你 share 咁簡單啦，而係當你一個人喺深夜嘅快餐店食嘢嗰陣，忽然之間有一個好奇怪嘅男人坐咗喺你隔籬，而呢個時候你只能夠急急腳咁飲完嗰碗好辣但係你又好鍾意嘅味精湯，然後再急急腳咁走。嗰一份嘅孤獨就係來源於你一個人相處嘅時候嘅嗰一份無助同埋唔安全嘅感覺。不怕寂寞，沉迷手機走過，喜歡孤獨，別派人來找我。訂票單人去北非看駱駝，獨個報名上甜品課，就算搬家慣了自助，未叫手足協助，彷彿很折墮。